我知你好愛你隻狗啊，覺得散步越長越好。但你有冇發覺，有時行完成個鐘頭，佢返到屋企仲係好掹整，唞大氣，甚至黐咗線咁跑嚟跑去呢？科學話俾我哋知，喺香港呢啲街道狹窄、車聲、狗聲不斷嘅環境，狗仔散步嘅時候，其實承受緊持續嘅壓力刺激。每一次閃避單車，俾陌生人突然摸頭，或者見到其他狗喺度拉扯條繩，都會令佢哋身體釋放壓力荷爾蒙。問題係呢啲壓力唔會因為散步結束而即刻消失，長期累積，狗狗就會變得長期高警覺，容易吠叫、暴衝，甚至出現攻擊性。你以為嘅放電，其實係過載。真正解決嘅方案唔係行得更耐，而係行得更有質素。試下將60分鐘急急腳嘅散步方式換成20分鐘嘅聞嗅散步，俾佢哋自主探索，帶佢哋去啲少人嘅草地，容許佢哋用鼻慢慢去閱讀環境。加入咗聞嗅之後，呢種散步嘅方式先可以真正滿足佢哋嘅大腦，啟動放鬆神經，先係真真正正嘅心靈充電。喺回應分享下，你隻狗仔散步返嚟係安樂咁瞓覺啊，定係依然坐立不安？你同佢散步究竟係幫緊佢，定係喺度害緊佢呢？